这些。不会。哎呀，还有。喂，这是什么？我想讲，你用照片你看咧，当成出来，所以如何来讲吼？因为一个下吼，你想讲，大家打电话较困难，安尼奈就会参加这个比赛。就是讲，就是讲，因为喂，这个袂使调一个迄个大细声，伤大声。对，就是讲，因为我感觉讲，阮的主题是毒品的防治。毒品防治对，就是讲，我感觉这个主题是为阮国校一直到今，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议题。因为阮可能即摆读成功大学的人可能毋知，毋过伫咧别个所在，可能我毋是讲较真卡，就是讲迄种警察啊，无就是政府的机关较看袂到的所在，有可能即种代志定会发生。你若是去交到一个歹朋友，伊摕毒品出来互你，迄时阵你要安怎办？所以我感觉讲，即个代志是真严重的一个代志，所以讲，阮希望讲会使伫即个场合，尤其是拄好有一个舞台会使互阮表演，佫会使推广阮台湾话美丽的所在，就是你要讲啥物？对啊。就是有当时就是咱伫生活当中，就是拄着一寡可能歹朋友，但是你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因为你可能就会拄着啥物困难嘛，你是要安怎解决？就是虽然阮这个可能是较好的结局啦，毋过就是嘛是爱提醒大家讲，就是有当时做者身边有边做者代志，拢是，阮着爱家己爱小心，毋通啥物拢相信别人啊。我本来是讲因为这个创作他们讲根本，你在设计的你是讲咧想剧本的时阵哦？阮有拄着一个问题是讲，阮即个剧情内底有歹朋友的会出现，伊有做一寡歹代志，嘛是甲毒品有关系。毋过伊做的代志又阁袂当伤过超过，袂当伤过头，因为阮上主要嘛是爱伫公众场合。就是伫遮表演，互大家看嘛，所以讲，对，袂当伤歹，就是学生的歹。对，学生的歹，阮上主要嘛是学生啊安尼嘛。毋是黑社会的歹。来，我先多谢专家。今仔日又搁伤早来啊！搁20分钟较要上课，是来变数好啊！我已经等一天，等真久啊！这等天宝啊，竟然甲我第一名抢去，即届我一定爱回一点卡落看卖咧啦！现在摕几本册来看好啊？奇怪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毋捌看过。老师，你进来看，等天宝摕这是啥物物件啊？敢若是毒品呢？你莫有白讲哦，我哪有可能有毒品啊？而且我根本就毋知影这哪会伫我册包内面啊！等天宝，你就莫搁假啊！
我早就知影，你本来就毋是啥物好人。无，你讲这毋是毒品，咱就来警察局检查看卖咧啊！要检查就检查，这都毋是我的。你敢真正安尼？就敢若因为伊伫本地仔的比赛赢过你？输就是输啦，即摆一定要互伊记牢咧啦。哎，迄个时阵嘛，伫本地仔的比赛，伊竟然甲我第一名讲摕去啊啦！即马吼，我一定爱互伊知影我的厉害，而且我还阁有我的义员老爸做靠山，做落来，我一定爱豆豆甲伊拆食落腹。哎，什么状况啊？本身是阮怀疑可能有毒品，请你对阮来警察局一组。哪有可能啊？我哪有可能有毒品？一定是误会啦！有啥物话，等警察局才讲啦哦。哎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，大人！哇，是啊，迄颗单天宝啊，总算是去互警察抓去哦。啊，看到真正是有够爽的啦！逐工都干那知影伫遐假鬼假怪尔。哦，即马做歹代志，去互人抓着，应该啦。系啊，我早就看伊袂爽诚久啊，大家拢伫遐看册，加认真，巴结老师，看着吼实在有够够人缘的啊。无可能啊！迄单程宝哪有可能做即款代志啊？绝对有问题啦！什么话？啊，哪有人去伫遐？啊，讲什么有问题？啊，哪有可能有问题啊？代志有做就是有做啊，电杆一定嘛有翕到嘛。啊，有影片就有真相啊，而且学校啊，即马为着要维护家己的名声，嘛已经甲全学校的学生拢讲，伊就是一个会食毒的歹囡仔、歹学生、歹人啦。啊，嘛已经该停学啊啦。你敢会伤超过？你阁叫恁老爸派人去闹事？唉，你就是讲做歹代志拢袂去互人发现，也是讲你阁要叫恁老爸出来替伊切尻川？我甲你讲，若是即件代志甲我害着，你就知死啊！甲你害着，哪有可能嘛？阮爸是议员呢，伊做代志绝对是妥当的啦。你就遮尔有自信，做歹代志拢袂去互人发现。唉，做歹代志嘛爱较站站的。我即马就要甲伊分手。什么话？搞分手？随在伊啊！我都无咧稀罕呢。电杆敢若有人改过，上重要证据嘛已经无去啊！啊，真正害啊啦！迄单程宝的清白，无法度证明啊啦！袂使袂使，爱阁想其他的方法。林玉涵，真久无看到你啊！互我绕看卖，你是来替你的男朋友消灭证据的，对无？我甲你讲，只要我伫遮，你就免遐想。唉，阮早就已经分手啊！伊实在是愈来愈无正常，伊即摆真正是伤超过啊！老实甲你讲，毒品其实是伊对外口学堂遐摕来，而且学校嘛有人咧替伊暗藏事实。那安尼，咱来做伙甲陈天宝斗相共，甲代志真相讲出来。好，拢听你的。
即马全学校的学生拢已经伫遮哦。哦，我看一定是陈天宝的代志处理了有结果啊吧？陈天宝在死啊！啊，这头长啊，看到阮老爸，乖专工过来开始。什么会？我看无人会当甲伊解决啦。什么个？这段录音哪会直接放出来？即马到底是什么情形啊？大家有听到无？这就是江大海和海丹天宝的证据。当初就是伊传给学校的校长，做伙要害丹天宝。什么？哎，林玉涵，就是你这个歹查某。江大海，犯罪证据拢伫阮遮，请转行一抓。不是我，干这代志换老啊！你莫去反抗啦！我拢摕着你的录音啊！不是我啊！啊，换老啊！即马后悔已经袂赴啊，早就甲你提醒过啊，你去检讨一下吧。无钱咧，人甲后果有调查。再来，咱要来关心伫南投港口发生的事情。啊，社会总算是还我一个清白啦。恶人终有恶报。行啊，去行啊！我跟你行啊！多谢大家。